阿皮甲阿敏最后的乌云吧。好起来啊！今仔日是恁为阿母身躯边毕业，要随人独立生活的日子。自即马，恁爱开始过家己新的生活咯。哇！我敢今仔日要开始家己的旅行啊！我无爱毕业，我要永远甲妈妈住到阵。哇！阿皮，你看，遮的风景实在有够赞的啦！我就希望妈妈会当甲咱斗阵看。你紧跳起来，遮搁较悬，会当看愈远。呜呼！妈妈、阿母，你敢有听到？阿皮，有地动，爱说你，赶紧找所在去。阿皮，阿敏。虽然你的叫声有淡薄仔亲像就好，但是你应该毋是哦。我感觉了无亲像就好。安尼好，其实我是一只乌云吧。乌云吧，做安尼真威风呢。即款敢若家己孤身咧度日子，讲家己才听有的话，其实是真寂寞。我敢会当做乌云？但是你明明是上界特别的乌云吧哩。哇，你足水的呢！你叫啥物名？囡仔人，我叫做小月娘。毋是你的食问哦！你莫紧张，我毋是要甲你食啦，我只是已经真久拢找无通甲我讲话的对象，看到你真欢喜。阿皮，多谢。是你的勇敢和美丽甲我救出来。阿敏，其实是你的怜悯甲咱救的，这是咱合作的结果。敢是即阵，我想就是即时。阿母讲过，向时若到，咱就会知。再会。小月娘，真多谢你，咱头一摆熟识，你煞为着要安慰我。来舞即出，你莫遮尔客气，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信念是上重要的代志。你妈妈敢毋是就活伫你的身上？你讲的话，敢毋是就是恁亲族仔讲的话？